大家好，今仔日咱的主题是讲囡仔发烧。囡仔发烧啊，这个症头是应该大家拢有拄过，毋管你即摆有囡仔，还是你进前是囡仔，大家无可能一世人拢无发烧过，所以讲即个主题啊是一个真实用的问题。好啊，头起咱就爱先来讲发烧到底是啥物，因为大家拢会讲发烧，毋过发烧到底是啥物呢？发烧的原因啊，其实伊是咱的身躯对抗外来感染的一种反应，伊毋是一种病。虽然咱若是伫门诊啊，才会拄着人咧问讲伊即摆是啥物问题？伊就是发烧发烧到底偌久会好？其实偌久会好？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伊敢若是一个症头，伊是一个病其中的一个表现尔，伊毋是一种病，所以你问讲这啥物时阵会好，就是伊的病好的时阵发烧就较会好。所以毋是，若是逐个人拢发烧，原因无共款，逐个发烧的时间嘛会无共款。好，过来就爱讲到定义的问题，因为咱伫医学讲代志的时阵，爱讲较正确，大家的定义爱共款，才会当沟通。所以问讲啥物精神号做发烧呢？其实发烧就是讲，若咱的中心体温超过摄氏的38度，这就号做发烧。倒位叫做中心体温上咱的中心上内底，因为咱平常时啊，无可能穿一个讲去咱的身躯内底来度体温，所以上咱腹内的所在就是尻川，第二就是耳孔，所以咱咧用度针咧磅体温的时阵啊，尻川的温度甲耳孔的温度是上悬的，即两个所在拢咱的中心体温38度，所以咱若是磅尻川的体温，若是耳孔的体温，体温超过38度就号做发烧。当然咱嘛有可能会用度针去磅别个所在的体温，像讲喙孔还是膕下孔。喙孔的体温会较低一点，也是超过37.5度，反正就是发烧。膕下孔搁较外口，所以伊的温度会搁较低，所以若温度超过37.2度，应该就是叫做发烧。好，过来无共款年纪啊，咱磅体温的方式是无共款的哦。所以咱要安怎用度针去磅体温，这嘛是有学问的。若是自出世到3个月以内，咱爱磅倒位的体温，咱会当参考正边这个表。若是0岁，就是拄出世到3个月以内，这个时阵啊，敢若建议用电子度针去磅尻川的体温，是安怎？爱磅尻川是因为较大汉咱会用体温秤去磅耳孔的体温，毋过这个时阵啊，伊的耳孔伤细孔啊，所以你用这种体温秤去磅去度的时阵啊，袂准，所以爱磅尻川。若是3个月到4岁，啥毋对去呢？到4个月中，毋但会当磅尻川的体温，嘛会当磅膕下孔的体温，这两个所在拢会使。伤细汉的时阵，膕下孔较袂准，因为伊可能叮当来叮当去，膕下孔的温度甲尻川差伤济。毋过3个月到4岁，这个时阵膕下孔的体温就会当参考一下。毋过嘛爱记住讲，膕下孔温度较低，超过37.2度的，会当讲是发烧，尻川是超过38度。若是超过6个月到4岁，伫即个年纪的中啊，咱就会当用体温秤去磅耳孔的温度啊。毋过啊，有当时啊，就是伊会叮当啊，你磅耳孔的温度感觉袂准的时阵，你若是有怀疑，摸起来你感觉烧烧，毋过你磅着无发烧，即个时阵要安怎？要确定着磅尻川是上准的，所以要磅尻川的温度。咱的机师啊，磅体温的机师通常都有2种，就是一个就是电子度针，这就是以前啊，搁较早以前咱会用水银的迄种度针，毋过即摆因为迄污染的问题，所以就无建议用啊，就用电子步针，就是电子度针，就是正平顶悬，咱会看到迄支若是婴仔出世的时阵，通常
病伊拢会炸转来一支，啊，一支流咧，会当磅尻川、磅个下空。吼啊，耳孔就爱用耳温枪啊，用即种电子步针、电子导针，无法度藏入去耳孔内底去磅，所以爱用专门的耳温枪。啊，若是超过4岁，耳孔啊、个下孔、喙孔的温度是拢会使。好啊，咱平常时若是去像讲去餐厅啊，还是有当时囡仔伫学校，拢会用一种红外线的导针去侦测下头甲皮肤的温度。这是会当参考一下啦。啊，毋过吼，因为伊放的所在，像讲下头即个所在，是咱身躯上外口会受到气温的影响，伤济，所以那这吼时常会甲体温掠伤低，其实是袂准的。所以咱若是要确定，就爱参考正病的即个表，就是看啥物时阵磅尻川啊、个下空、喙，还是讲耳孔。哦，这无共款年纪是爱放无共款的所在。啊，发烧的时阵，人有啥物症头呢？这应该大家拢知影啦，就是人会眩眩啊，无活力，啊，身躯烧烫烫，啊，咧烧的时阵会畏寒，一直细阵。哦啊，因为人无爽快，所以就会起毛歹。啊，囡仔你会感觉伊较烦啊，较会哭啊，嘛较爱困。啊，有的人会感觉头痛，还是会吐，啊，无胃口，这拢直接出现的。啊，过来是安怎会发烧呢？发烧就讲咱之前有讲啊，就是身躯咧对抗外来感染，这是上济，就是人互一寡微生物，像讲细菌啊是病毒毒着。啊，即种外来的物件来咱身躯内底的时阵，人的身躯就想要甲伊对抗，所以人体会分泌细胞激素。甲身躯的体温提悬，啊有一寡细胞，即种细胞会食即种外口来的细菌，也是病毒，叫做吞噬细胞，啊，佫会分泌抗体，啊，即款物件就是佫来拍拼去杀死寡外来的歹物仔。啊，当然发烧嘛，毋是干那感染即种情形尔，其他有一寡原因，像讲若是咱衫擦伤济盐，也是讲预防注射了后，因为预防注射了后，这嘛是一种发炎，毋若感染的发炎，咱咧注射的时阵，这嘛会引起咱的免疫系统咧反应，所以嘛会有发炎，发炎的时阵就会发烧。啊，毋过更较罕咧嘛，爱注意讲，若是发烧烧伤久，嘛爱注意讲有自体免疫病无，若是有即款病啊，伊抑佫会有一寡有诶无诶症头，像讲关节较会疼，尤其是天气咧转变诶时阵，还是要落雨天诶时阵，关节就会疼，再注意有自体免疫病无。若是讲癌症，就是有人会讲迄着歹物啊，就是癌吼癌，因为这嘛会造成身体咧发炎，所以嘛会发烧。啊个着沙伊诶反应甲之前讲诶就较无共款，着沙就是因为外口诶天气伤热，啊天气伤热，若是咱水啉伤少，无法度流汗，甲身躯内底诶迄个热放出来、透出来，咱诶身躯诶体温就会愈来愈升悬，啊这就是着沙，这就是毋是因为咱身躯内底反应，是因为咱身躯外口天气伤热诶关系，个咱身躯内底无法度甲这热透出来。个有当时伫门诊诶，拄着人咧问啊，讲囡仔咧生喙齿咧发芽诶时阵，是毋是即个时阵会发烧？无毋对，伫即个时阵啊，体温会略略较悬，那毋过啊，通常即个时阵体温是较袂超过38度诶，略略较悬，毋过较袂到发烧啦。尤其是若有其他诶症头，像讲囡仔发烧搁咧嗽，搁咧流鼻，你就知影讲即个绝对毋若是甲伊生喙齿有关系，应该是有互病毒毒着。好，啊，发烧遮尔接看着，啊，伫啥物状况爱去互医生看？当然，你啥物时阵要来互医生看是拢会使啦，啊，毋过有诶情形是爱较注意啦。若是咱先看年纪，若是无满3个月，无到3个月大幼婴仔，
伊毋管啥物情形，见若是发烧，一定爱去互小儿科医生看，是安怎呢？是因为即个时阵婴仔第一是伊身躯内底还阁有一寡为妈妈过来的抗体，应该是较袂发烧，若是有发烧啊，会惊讲较有可能是一寡较严重的感染，所以若无满3个月有发烧，一定爱去互医生看。啊，若超过6个月以上，看伊的食会安怎，若有法度正常啉水，精神是好诶，吼，啊，对伊有兴趣诶代志会耍会食物件，就较无需要伤烦恼。啊，毋过啊，有一寡较严重诶症头，就是一定爱较注意。若是讲虽然咱发烧诶时阵会烧会退，烧会退，啊，伫咧退烧诶时阵啊，若是还阁完全无活力，人拢神无胃口，啊，就是直困拢袂精神，啊，对啥物原本有兴趣诶代志，变做拢无兴趣啊，即个时阵就爱较烦恼一点啊，一定爱带去互医生看，去评估一下看有问题无。好，即个问题啊，发烧敢会甲头壳烧甲歹去，这嘛是真侪人咧问啊，大家当然嘛会拢足烦恼诶，讲叫囡仔啊烧烫烫烧甲40度啊，头壳敢会烧甲歹去？其实这答案是讲一般其实是拢袂，就算讲烧甲40度嘛拢袂。毋过其实这是爱看伊发烧到底是啥款诶原因。若是这个发烧就是感冒发烧，囡仔人原本伊较少拄着即种感染的问题，所以伊发烧共一种病会烧甲比大人搁较悬，所以共款拢着感冒，囡仔人有当时烧甲40度，毋过大人完全无发烧，这嘛是直接看到的。所以若是感冒其实就是病毒伫咱的像讲脑还是鼻啊，还是声大遐咧作怪啦，所以这甲头壳其实无关系，虽然就是伊温度悬尔。毋过吼，为虾米正常有人会有即种印象讲发烧会甲头壳烧甲歹去呢？其实是以前毋知影迄阵发烧的原因是啥物。若是讲即个感染是感染着脑的神经，像讲脑膜炎还是脑炎。即两个情形，就真正是头壳烧甲歹去。其实毋是烧甲歹去，是讲即两种病就是脑的感染，所以脑会歹去。这是病毒也是讲细菌伫脑内底咧迫害咱的脑，所以咱脑会歹去，毋是真正是发烧甲伊烧甲歹去的。好，发烧的时阵要爱穿啥物较好呢？其实发烧的时阵，第一是爱加休困，发烧就莫去学校莫去甲人烧话。到底是要穿较厚还是要穿较薄？其实建议是安尼啦，就是爱互咱身躯内底烧气透出去。所以若是囡仔无咧细阵的时阵就互伊穿较薄的衫，调整室内的温度，莫伤热，嘛爱伤寒，拢莫舒适就好，互伊袂感觉寒嘛，袂感觉伤热。毋过但是囡仔当咧发烧的时阵，伊会细阵，即个时阵就会当互伊加薄毯仔，互伊莫一直准。好，有一寡做法是无建议的，像讲伊身躯咧烧的时阵，就想要甲伊吸酒精冰水甲伊捂冰吼，还是讲有人感觉讲爱流汗才会甲身躯内底热互伊透出去，所以爱加被吸汗。即种做法是无建议的，是因为安怎呢？咱正常有讲发烧就是身躯内底咧发炎咧对抗外来的细菌甲病毒，所以是身躯内底一个发炎反应，互咱烧起来。所以若是身躯内底咧烧，咱为外口咧有冰，外口冷，外口冷内底热，安尼颠倒虽然讲外口咱皮肤的温度会降落来，毋过内底会一直想要搁较烧起哩，因为身躯内底想要提悬咱的温度。到底啥物上有效果呢？爱食啥物？对囡仔来讲伊若是发烧的时阵会算会啉水，嘛袂喊像讲啥物头痛、倒位痛。你无要互伊食药其实嘛无要紧。毋过若是要退烧上好诶、上有效果诶，
其实就是爱食退烧药啊，因为这就是咱身躯内底的发炎，你若是要退烧，就爱为咱身躯内底去互即个发炎反应莫遮尔严重，所以就爱食退烧药啊。发烧的时阵啊，身躯温度较悬，咱水分会流失较济，所以爱比平常时啉较济水分。若是伊较无法度食物件，较无法度啉水的时阵啊，较无爽快，其实爱啉一寡内底有盐的水，这叫做口服保炎水，这是上理想的。当然，这种味毋是逐个人拢介意，所以其实有水就好，就是你补充一寡白滚水啊，啉汤啊，食鸡仔冰啊，也是食果子菜宴嘛，叫做果冻也是果子冻。无建议食啥物，无建议食有咖啡因的饮料，咱像讲可乐啊、茶米茶啊，还是咖啡，是安怎？是因为即款物件内底即个咖啡因会有利热的作用，所以虽然讲啉一寡水落去，也毋过伊放热会放搁较济，所以无建议。好，退烧药有真侪种，用倒一种较好呢？6个月以下，基本上就是建议用上一般的退烧药伊的学名叫做一系胺酚acetaminophen，商品名嘛叫做 Panadol。若是超过6个月就是这一系胺酚 acetaminophen，还是讲ibuprofen，这嘛是会使。ibuprofen 伊的商品名即马有叫做 Sconin， 还是叫做马盖先MaxSafe，这两种拢会使。另外若是感觉退烧的效果无好食迄种药丸啊，还是讲药粉啊，还是讲药水，食了啊，你感觉退烧效果无介好，嘛会当用钱尻川的退烧药啊，嘛会当叫即种叫做药钱啊啦，就是钱尻川的就会当退烧。上重要就是这药量啊，拢爱按照医生的处方，过量对肝甲腰子是有败害的有大人啊，用即种阿司匹林甲这当做退烧药啊。伫囡仔咱是无安尼建议，是安怎？是因为安尼用恐惊会得到一种叫做内症候群，嘛叫做类似症候群，伊的用语叫做Raynaud syndrome，这肝甲脑会有各样，所以千万通用即种药叫当做囡仔的退烧药啊。好，发烧的时阵，嘛会人想要吊大肠，还是讲用注射的方式来退烧。其实讲大部分吊大肠内底是敢若有水分甲电解质，这是若人水啉伤少啊，较无法度食物件的时阵，惊身躯内底合水，这当然会当补充水分，毋过这是无退烧的效果。当然你讲嘛会当伫这吊大肠的水内底啊，掺一寡退烧的药啊，是安尼无毋对，毋过伫大部分的状况，其实你用注的甲用食的，除非讲你完全无法度食物件，无用食的，其实效果就真好啊，无一定爱用注射的方式来退烧。那真正爱用注射的，嘛一定爱按照医生的处方，因为注了伤济，而且对肝甲腰子有败害。好，囡仔发烧，这就讲到这，多谢大家。